呢一集會講解2025年 DSE Geography MC 第4題。我哋要揾喺139,774嘅東山同埋140,731嘅 Trigonometric Station 三角望測站062之間嘅 footpath 小徑。呢幾條係 contour line 等高線，由100米、200米、300米，100米係低嘅地方，300米係高嘅地方。選項 A 山谷 Valley 係咩呢？中文嘅同學可以當放假明明可以喺屋企打機，但係逼你去行山，所以上山嘅時候你個肚就谷住你啲氣，所以上山嘅過程就係叫做山谷。而英文嘅同學上山嘅時候會有好大嘅滿足感，會俾 V 字形嘅手勢，所以上山條路係 V 字頭嘅 Valley。山谷山咀 Valley 同 Spur 兩個都係好朋友。既然山谷 Valley 係上山，所以選項 B 嘅山咀 Spur 就係落山。選項 C 嘅凹波，顧名思義就係個波度係凹咗落去。而讀英文 Geography 嘅同學仔就可以記完美倒出嚟嘅啫喱係突出嚟嘅突波 convex loop， 但係咁樣唔食咗一啖有個 concave A 字嗰個呢，就係凹波啦。選項 D 嘅山脊 ridge 就好似山嘅脊椎，將山唔同部分嘅最高點連埋成一條線，就係山脊 ridge 啦。可以留意到山脊兩邊就係矮過山脊嘅斜坡。題目指嘅東山會喺格網方格 Grid Square 1374揾到佢，而 Trigonometric Station 三角望測站就會喺格網方格 Grid Square 1473揾到佢。睇真啲嘅地圖就會見到東山去到三角望測站 Trigonometric Station 602嘅 footpath 小徑。假設你揾唔到東山同埋三角望測站都唔緊要，我哋一齊去揾下。喺格網方格 Grid Square 1374嗰度，要東行線嘅9，北行線嘅4，兩者相交嘅位置就係題目所指嘅東山。而喺格網方格 Grid Square 1473，我哋要東行線嘅0，北行線嘅1，兩者相交嘅位置就係要嘅三角望測站。條 footpath 就俾500米、400米、300米咁樣包圍住嘅，所以 footpath 兩邊就係矮過佢嘅 slope 斜坡，咁樣就可以推斷條 footpath 就係沿住個 ridge 山脊。呢題答案係多。想知多啲地圖閱讀技巧，記得訂閱呢個頻道啦。